宣召，上帝啊，求你監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試煉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詩篇139篇23至24節。讓我哋一齊去仍然站立，去敬拜讚美主。讓我哋就嚟到主嘅面前，存住謙卑嘅心，我哋一同讚美、歌頌、高舉主嘅名。我哋要將一切嘅榮耀頌讚都歸俾基督，因為佢十分配得。願主嘅靈就喺我哋當中運行，充滿我哋，讓我哋全